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台南的漫画家刘英富参加日本京都国际影展第1届举办的漫画原创发掘计划，在世界各国463件作品当中，伊的作品《人偶》得到冠军。代理市长李梦燕下晡亲身接见，勉励伊继续加油，让台湾在动漫产业市场会当有更加好的发展。出身台南的漫画家刘延富，对高中时期就开始介意画漫画。在伊长期的创作之下，作品的风格愈来愈有路，故事的情节嘛愈来愈完整。这届以人偶这个作品参加2017京都国际影展首度办理的漫画原创发掘计划，拍败了463件其他作品，得到冠军。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接待，并鼓励伊伫咧漫画创作这条路顶头，爱继续打拼向前。评审里面对他的这个画风非常的细腻，那觉得是能够真实的呈现漫画的这样的一个元素跟精神啊。那么大家都对他的画风还有整个故事的情节非常的推崇跟赞誉有加。那么认为是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日本的漫画界，都是一个非常极具潜力的这个明星哈。那我们也希望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英虎兄，我们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那也能够对我们台南在漫画界很多年轻学子可能对这个方面也很有兴趣啊，也能够作为大家的一个过来人，然后鼓励大家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创作。市府伫咧发展漫画顶头也相当的用心。这次伫咧台南文创园区举办漫画新歌展，伊也勉励并期望刘延富会当继续来创作，拍开属于台湾的动漫产业市场。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继续，咱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高铁台南站算是台南重要的门面。不过，议员詹王雅云却看到周边的道路欠缺整理，生满杂草。伊强调，这互人对台南留下无好印象，要求市府爱做好环境的维护。高铁台南站是真侪旅客对台南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门面。不过，议员詹王雅云发现附近路边甲分隔岛拢生满杂草，欠缺清理。李民众的私人土地，却因为环境无做好整理，一再受到开发。互议员质疑公部门两套标准，互要市府检讨，并赶紧进行环境维护。分隔岛，不要说行道树，旁边的杂草丛生。最可恶的是，我们公共领域的部分杂草丛生，不去理，只要有私人地杂草丛生就去罚钱。这是什么道理？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之后再处罚人民吗？请你说明一下。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在市政府所管辖的这些土地哈，比如说我们都会跟公务局合作，啊，因为那边的公务局讲，是公务局的错吗？公园的部分，我们掌理，那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开口契约去做这个维护的工作。谁负责的？是环保局负责还是公务局负责？我们都会再去做一个清查啦，不管公部门跟私人领域的话，只要你回答可不可以？我们公部门会先做好。好，我们负责的大概就是公园的部分，因为那个产权是市府的。那我们会那分隔岛是谁的事啊？分隔岛我们会和环保局合作了。另外，针对现在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
包括交通、医疗、社会福利方面，应该爱更加朝向个人优先社区的目标规划。希望这顺社会局是不是还有不足的部分，会当继续努力。对此，社会局表示，老人福利的部分，除了推动公车旅行以外，也有设计专书来将旅游景点应用相关资讯纳入当中，提供老大人做参考。但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针对南区未来发展，议员吕维印认为，包括机场国际化、公网迁移、德客、立新客整治、加昆士园的整体开发，是发展的四大重要因素。若是会当加强改善，再加上未来南区甲安平区行政区的合并，将会当互补带动地区的观光。南区位伫交通位置方便的所在，不管去安平老街、百货公司、吉比博物馆，也即是海边啊，拢只要15分至20分就会到。尤其有机场、海港甲台86号，有着海空的优势。议员吕维英希望未来借着安平甲南区行政区的合并，会当互相补足缺点，打破地方的限制，共同发展。方面的优点。去解决双方面的缺点吼，我想这就是咱的这个市长吼，也个也是徛伫观光旅游的业务顶悬吼，这就是咱的观光旅游局甚至交通局吼，应该要去做整体思考的一个工作吼。第一个部分就是咱有一个台南的这个机场啦吼，因为即马安平港相对的是相对嘛，还阁是中央。介管吼，咱是甲伊合作吼，我想在副秘书长应该就真清楚嘛吼。所以咱会当把握的是相对的，咱有法度较有机会发展的，吼，就是咱台南机场的这个部分。南区跟安平哈，两个结合在一起，有一个海港，一个空港，那另外又有快速道路，好，其实整个交通的条件是非常好。那怎么样把这些设施来加以活化啊？比如讲咱机场加。有没有机会？它也有免税店的这个设置，好，或者说将来不只是来搭飞机，而且也是一个 shopping 的一个好的场所，好，那么我觉得这中间南区跟安平加在一起，应该有很多可以来发展，有很多想象空间嘛。对。另外，推动台南机场国际化，议员认为日本甲韩国是真侪台南人出国的选择，因此建议增加这两个的航线，促进上好的观光旅游。对此，第二市长李梦燕表示，会甲中央研商再来推动。但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因为有不少民众习惯到超商去缴停车费，所以市府每一档拢总爱支付超商业者3000多万的代收费。议员刘美琪就建议将缴停车费的功能纳入市民卡内面，不但方便民众缴费，阁省下代收的费用，创造双赢。因为方便的关系，有真侪民众习惯到超商缴纳路边停车费。不过，根据议员刘美琪指出，以一张单张4块来算，每一档市区都要互超商的业者3000多万的代收费，算是非常大的金额。伊质疑是安怎无爱结合台南市市民卡来规划缴纳停车费的功能，不但方便，而且可以当将4块回馈给市民。我们一年。我们20块的停车费要给这些所有的帮我们收钱的这些方便的地方，要给他们4块钱。那你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办法？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卡片？台南市我们发的这些，不管是敬老卡啦、市民卡啦、学生卡啦，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卡片？我们改变我们未来的消费习惯，也可以用这张卡去缴钱啊。然后把这个4块钱。或是2块、4块这个中间的价差转嫁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啊，让他们愿意来申请我们这张，不管是市民卡也好，其他的卡片，就是台南市政府发的这张卡，用这张卡你去缴费，第一个细扣没有 QK 啊，还是市政府的啊，而且是大家又方便，是不是有机会来这样子做啊？跟议员报告，这也不是
议员所提的就是很好，因为事实上我们一直朝着这所谓的第三方支付呢来努力的。那现在一卡通就是我们说市民卡呢它现在在经过财政部那个财经系统的测试它预计大概明年3月呢大概就可以上线。第二市长李梦燕也认同议员的建议，认为不但节省支出，也当回馈市民，而且一方面可以当增加市民卡的功能甲便利性，强调未来将会专案处理。但是本加上林根采访报道。11月初，副市长张建源率团到日本宫城县访问，阁有前往仙台市政府甲市长俊和子会面。仙台市长除了向姊妹市台南市表达感谢以外，也向大家来推荐仙台好食好耍的所在。日本仙台市长俊和子2号上午伫市政府内面亲身接待由台南市副市长张建源所率领的参访团。李张副市长这边也代表台南市政府送上兰花市金的代表性礼物。两个都市拢是伫近年来遭受到严重的天灾，渐渐伫伤痛当中重新站起来。除了互相勉励，阁要互大家看到强烈的生命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またハードの面でも大方の作業复兴赈灾的那个室内的那个内容大概都已经市容都已经恢复了，但是沿岸地区呢，就是他们还留有很多的课题。那当然他们也希望把赈灾的这些东西能够留到后代，所以能够留到后代，所以他们在沿海地区有一个小学校，他们赈灾的时候就是受到海啸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现在就把那个学校变成一个就是传承到后代的一个给就是小朋友啦，或者后世年轻人，他们能够知道地震的当时的威力的一个这样，所以这个学校他们现在是保留了，当成一个介绍地震的一个地方哈。那这是他们必须要再继续努力的，就是让后代能够知道地震的威力。仙台市市长俊和子也趁着接受台湾媒体专访的时阵，向台湾的民众大力推荐宫城县的新鲜海产甲传统的祭典。仙台の町はおよそ仙台的名产，他介绍了一些美食，就是毛豆、麻糬啦，牛舌啦，然后这些就好吃的东西。那除了介绍好吃的东西之外，他还有介绍观光景点，就是仙台是有很多漂亮的观光景点。那除了观光景点之外呢，他们也有温泉呐，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呢，有山有水有海边，这样子。正统的伊达武将部队，伫阮仙台城主建物的遗迹顶面，为贵宾带来精彩出阵表演。无论是动作表情，或者是配乐，拢非常的用心。伊也亲身为台南市副市长张建源，针对整个仙台城遗址做了详细介绍。最后更加邀请张副市长发胜利口号，做伙为仙台加油。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东洋五高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我最爱线"交通安全载艺竞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0届。配合即天来到嘉义高中进行初选，
担任交通大赛歌手郭小雨也到场演唱做选择。第10届我最爱县高安在嘅竞赛，目前进行后来初选第3站嘉泽高中，会中邀请到歌星郭小雨担任今年嘅大赛，选择交通规则，并且现场演唱，插入活动嘅气氛。这届代表嘉泽高中出赛队伍，总共有康复社、大众团报社、热舞社，也有吉他社等4支队伍，透过戏剧、舞蹈等方式，传达出遵守交通安全的重要。东洋舞高文教基金会第10届我最爱县嘉安才艺竞赛，今天呢第3场在嘉琪女中举行。然后嘉琪女中呢，今年呢各社团呢卯足全劲，他们的道具做得十分的精美。然后呢，我希望他们在决赛呢也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那今年呢，更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创新的小活动。跟全体的同学们一起互动，也就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拉霸活动。那这个也是基金会在今年呢，因为网络时代一个创举。我最爱县高安在嘅竞赛，后来初选第1名，会当代表学校参加12月8号伫成功大学举办的校际总决赛。主办单位为了扩大宣传的效应，也伫基金会脸书粉丝团举办校园拉霸的活动。只要截图上传相片，就有机会摕到礼券等等的好礼。欢迎各校的同学踊跃参加。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真侪家长甲小朋友期待真久的小龙儿童游戏馆上午盛大开幕。这座游戏场以着安全为优先的考量，设计适合0岁到10岁3个游戏区。再加上艺术家古锥的画作，让游戏场充满欢乐的气氛。这个更大更舒适的空间，就是8号新开幕的小龙儿童游戏馆。内底有侪游戏器材，佮有古锥的布置，让真侪小朋友一来到这，就欢喜甲一直爽。而且这个设施拢做了完善的防护措施，真就是弹跳床以及溜滑梯等等。四周边也拢有软垫啊。会当让家长安心。文化局也表示，这个全新设计的小龙儿童游戏馆顺利开幕以后，会当让大台南的小朋友佮加一个好佚佗的所在。这样的改变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也在我们这个嘉信2组老板跟老板娘的支持之下，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总算把建筑师的想法跟理念都完整的呈现出来。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在联合了2位艺术家。那这2位艺术家呢，是2位非常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用这样彩绘的方式呢，去重新的让这个整个空间呢，都感受到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朝气。负责设计建筑师将这个大空间分做3个区域，适合无同款年龄层的小朋友来佚佗。那第2区我们是设定为感光游戏区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有一些那个可以动作哈，训练手的那个触感的哈一些游具。那还有一些积木了哈，可以发挥小孩子的想象力。那在第3区哈，我们就称为这个角色扮演区啦。这个是比较属于这个幼稚园的小孩啊，那要扮家家酒的时候，有一些是那个背景哈可以处理。那这个就是有没有海盗船啊？那还有扮家家酒的哈，那还有厨房区。那再过来那一区就是我们可能最认为会是最热门的哈，就是沙坑区啦。那沙坑区里面哈，我们有设计哈很漂亮的白沙，好，所以小孩子可以进到这里面哦，那家长也不用怕小孩子弄脏哦，因为是白色的。这座全新的小龙儿童游戏馆是免费入场的。也欢迎家长带着家己的宝贝，做伙来到这个欢乐的儿童乐园，快乐的佚佗。台联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国图剧场特别选定今年屏风表演班30周年的日子，第1届合作推出李国修的经典舞台剧《征婚启事》，除了希望为这出戏带来新的生命，
嘛希望互观众伫爱情甲婚姻当中找到家己。邀请民众在1月18号、19号去文化中心观赏。最近创下14万人今日剧场的征婚启事这出舞台剧，嘛是屏风表演班李国修的经典创作。这摆甲国陀剧场联手合作，包括导演梁志民、主演曾国成、蔡灿德等人，拢专工来台南宣传这出既有感情、有历史甲故事的舞台剧。这一次我做完了以后，然后在国家剧院再看到这出戏再上演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把这个王月交给我的一个小孩子，然后打点的非常非常漂亮，体体面面的站在舞台上面对，不管是屏风观众或者是果陀的观众。当时我坐在台下当戏迷的时候，看着陈哥在台上。因为他真的太让我震撼了，所以我还连看了2场他的表演。第一场真的是笑到哭，然后第2场不断的在看他怎么演。就现在我可以坐在他的旁边，在台上看着他演不同角色的征婚男子，对我来说，包括对于很多戏迷来说，这都是一个像梦一样的状态。那这次等于把我托孤啊，当时7年前演出把我托孤到这里。根据国修本来的喜剧结构，再加上这个果陀的华丽的视觉啊，这是视觉跟听觉上的提升，整个就有这种都市更新的面貌啊，它就是个都，它就是一次的都更计划。我想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一个片段，但事实上在现场，如果你刚觉得哎呦蛮好看的，但是现场就是如刚才阿德说的，蛮震撼的。因为舞台的这次的投影效果跟整个剧情的结合更密切了，再加上7年来的沉淀呢，曾国成这个人又再长大一点，所以再重新诠释这15个不同的征婚男子，我觉得在层次上，我希望他能更丰富，然后更有一个不同的差异。征婚启事18、19两天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因为票房反应热烈，18号佮加演1场，所以文化局热情邀请民众把机会购票来观赏。屏风在台湾的戏剧算是开山祖师哈，那他把台湾的整个剧场的戏剧带向不一样的一个巅峰。那我想今天可以再次看到征婚启事哈经典再现，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的兴奋。为新戏宣传的3个人伫当中嘛，升起安目睭望耳仔摇曾国成的游戏，嘛，互人看见因长期伫演戏当中所培养的好感情。第一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1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区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